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港聞快快趣。睇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點讚同埋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咁我哋立即開始。今日要講嘅第一單新聞係尋日朝早喺油塘發生嘅一宗好嚴重嘅致命車禍。時間係朝早8點9個字左右，啱啱好返工返學最多人嘅時候。地點係油塘茶果嶺道，近住港鐵油塘站 B2 出口嗰度，一架5.5噸嘅貨車。司機係36歲嘅林姓男子，佢沿住茶果嶺道往鯉魚門方向行駛。當去到一個右彎嗰陣，撞到一個過馬路嘅女人，個女人俾架貨車撞到成個人飛起，彈咗去成10幾米咁遠，成10米即係大約2架巴士嘅長度咁遠。佢當場重傷昏迷，倒咗喺地下。救護員好快趕到，將佢送去聯合醫院搶救，但最後都係救唔返。個女死者原來係內地人，30歲，姓李。今次係拎雙程證落嚟香港，佢喺嗰個路口過馬路嗰陣，嗰度冇紅綠燈，亦都冇任何交通燈號設施，而離佢被撞嘅位置大約30米外，其實有一個行人過路處，即係有斑馬線或者紅綠燈嘅位，但唔知點解佢選擇喺一個冇燈號嘅地方過馬路，詳細原因仲要等警方調查。現場嘅情況睇到好驚人。架貨車嘅左邊車頭擋風玻璃全部碎裂，左邊嘅倒後鏡上面纏住一縷好長嘅頭髮，懷疑係屬於個女死者嘅。架車嘅車頭燈都撞爛咗，有零件飛脫咗出嚟，地下仲留低一副眼鏡，估計都係屬於死者嘅。警方到場之後封鎖咗一段路嚟調查，又用白布遮住死者嘅遺體。交通一度好混亂，因為嗰頭本身已經多車。警方事後拉咗個貨車司機，告佢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佢被帶返警署扣查，架貨車都拖走咗做檢驗。警方呼籲，如果有任何人見到單意外，或者有車 cam 拍到事發經過，可以打366-10259同東九龍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聯絡。呢單意外一出，即刻引起好多討論。首先，好多網民都話茶果嶺道嗰段路本身好危險，因為有彎位，車速有時好快，但行人過路設施唔夠，尤其係油塘站 B2 出口附近，成日有好多行人出出入入。但係最近嘅行人過路處要去到30米外，好多人貪方便就會直接橫過馬路。有區議員就話，過去1年同一路段已經發生過幾次小規模嘅碰撞，只係冇咁嚴重，所以運輸署一直冇正視。佢要求運輸署盡快檢討嗰度嘅道路設計，例如加裝行人欄杆，強迫行人行去過路處，或者喺嗰個位加設交通燈。其次，有交通安全專家指出，呢一類亂過馬路嘅意外喺香港成日發生，好多行人為咗慳嗰幾十秒，唔肯行多幾步去過路處，結果搞出人命。專家話，行人嘅責任都好重要，過馬路一定要睇清楚兩邊有冇車，尤其係喺啲冇燈號嘅地方，更加要小心。同時，司機都有責任喺經過彎位或者路口嗰陣，一定要減速，預備隨時有行人衝出嚟。呢一次意外入邊，貨車司機係咪超速，係咪冇留意到路面情況，都要等警方調查。講返個女死者，佢得30歲，正值大好年華，持雙程證落嚟香港，唔知係探親定係旅遊。佢嘅屋企人知道消息之後，一定好傷心。有網民就話好可惜，一條咁後生嘅生命就咁冇咗。亦都有人話，無論係邊度嘅人喺香港出事，香港都有責任照顧。社署已經派咗社工聯絡死者嘅屋企人，提供心理支援同埋講解點樣申請經濟援助。其實油塘嗰頭近年發展得好快，越嚟越多住宅入伙，例如新嘅居屋同私人樓盤，人口增加咗好多。但係道路設施嘅改善速度追唔上人口增長。茶果嶺道本身係一條主要幹道，好多貨車、旅遊巴同私家車行，但係行人過路設施就相對落後。有居民話佢哋成日要行好遠先有斑馬線，好多老人家同細路仔都會貪方便亂過馬路。佢哋要求運輸署加設行人天橋或者隧道，但係政府一直話成本高、技術困難，拖下就幾年。呢一次意外嘅死者，據講係喺港鐵站出嚟之後，想橫過馬路去對面嘅巴士站，嗰度有一個右彎，貨車由彎位轉出嚟嗰陣，司機嘅視線可能會被 A 柱阻擋，即係車頭兩邊嘅支柱有機會睇唔到行人。加上如果車速快少少，就算見到都收唔切。有專家就教路，
司機轉彎嗰陣一定要擰頭望清楚，唔好只係靠倒後鏡。而行路嘅人，就算趕時間，都千祈唔好喺彎位過馬路，因為你唔知有冇車突然轉出嚟。另外，呢一單意外亦都令到人關注雙程證人士喺香港嘅安全問題。佢哋可能唔熟悉香港嘅交通規則，或者唔知邊度有過路處，容易出事。有團體就建議政府喺多內地旅客嘅地方，例如油塘、旺角、銅鑼灣加設簡體字嘅交通提示牌，提醒佢哋要使用行人過路設施。同時，入境處都可以喺口岸派發單張，教佢哋香港嘅過馬路規則。講返個貨車司機，36歲，如果最後證實佢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最高可以判監10年，仲要罰款同停牌。佢而家已經被拘捕，等警方完成調查之後，會交俾律政司決定係咪起訴。如果案件上到法庭，法官會考慮好多因素，例如司機有冇飲酒、有冇超速、有冇睇唔到行人、事發之後有冇停低救人等等。就算司機最後冇被判坐監，佢嘅心理陰影都會好大，因為一條生命喺佢嘅車龍下消失。有保險界嘅人話，呢一類意外嘅賠償金額可以好大，貨車嘅第三者保險一定要有效，死者家屬先可以獲得賠償。根據香港法例，所有車必須有第三者風險保險，賠償額可以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但係每間保險公司嘅條款唔同。如果司機被刑事定罪，保險公司可能仍然要賠償，但之後保費會大幅增加。如果車主或者司機冇買夠保險，死者家屬可以透過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基金申請一筆即時嘅經濟援助。呢個基金唔需要審查經濟狀況，只要係喺香港發生嘅交通意外引致傷亡就可以申請。不過呢筆錢只係臨時性質，最終都係要靠民事索償。警方同運輸署今日下晝都出咗聲明，運輸署話會研究喺茶果嶺道嗰個位置加設反光牌或者減速駁，提醒司機減速。警方就話未來1個月會加強打擊危險駕駛同亂過馬路，尤其係喺交通黑點會派警員喺度捉人。同時，警方都會加強宣傳，提醒行人同司機注意道路安全。我哋訪問咗幾位街坊，佢哋嘅反應都好直接。張太住喺附近，每日都要帶個女經過呢個路口返學。佢話嗰日我仲遲咗5分鐘出門口，如果唔係，可能見到嘅係我而家過馬路都好驚，一定會行去過路處，唔敢再貪方便。另一位劉先生係貨車司機，佢就話好多彎位嘅視線真係好差，政府應該整多啲廣角鏡，等司機見到行人同埋行人千祈唔好衝出馬路。你真係唔知大車收唔收得切。另一位中學生小陳就話，我平時都係喺嗰個站搭巴士，成日見到人亂過馬路。我希望學校可以教多啲道路安全，唔好成日只係講書本嘢。總結嚟講，呢一次油塘嘅致命車禍，再次提醒我哋道路安全唔可以只靠好彩，政府要加強監管，改善硬件，司機要有責任心，轉彎要減速，擰頭睇清楚，行人亦都要保持警覺，唔好貪一時方便亂過馬路。各方都要做多少少，先可以減少悲劇。尤其係嗰啲冇燈號嘅路口，真係要特別小心。一條命就係咁冇咗，留低嘅係家人永遠嘅傷痛。我哋會繼續跟進調查結果同司機嘅檢控情況，有新消息再同大家講。大家都嚟到最後啦，未訂閱點讚嘅朋友請訂閱點讚，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